作为电影市场的常青树，喜剧电影一直深受观众们的喜爱。浮夸滑稽的动作表演，各种爆梗的搞笑台词，往往让电影院内笑声不断。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5年最新喜剧电影排行榜，既有正在热映的喜剧佳片，也有正待上映的喜剧新片，一起来了解下吧。2025年最火喜剧电影排行榜1 BJ 单身日记4。 BJ 单身日记4是由迈克尔·莫里斯执导，海伦·菲尔丁、丹·马泽、艾比·摩根编剧，休·格兰特、雷尼奇·威格、科林·菲尔斯主演的喜剧爱情片，于2025年2月12日在法国上映，2025年2月13日在美国网络平台 Peacock 上线。影片改编自原作的第3本小说，故事聚焦在50岁出头的 Bridget 身上，她一边要应对现代生活的挑战，一边还要兼顾母亲的责任。如果我有腿，我会踢你。如果我有腿，我会踢你是由玛丽·布隆斯坦执导的电影，由海伦·红、罗斯·伯恩、丹尼尔·麦克唐纳、乔什·帕斯等主演。当生活逐渐崩塌时，来自长岛的治疗师兼母亲琳达，在情感的雷区中艰难前行。她必须面对孩子的神秘疾病、缺席的丈夫、被摧毁的家园、失踪的人，以及与自己治疗师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同时还要继续治疗那些处于危机中的患者。3. 唐探1900。唐探1900是由陈思诚执导的电影。1900年的旧金山，一白人女子在唐人街被害，而嫌疑人正是一名华人男子，凶案引起社会震荡，民众纷纷要求取缔唐人街。忠义情夫刘昊然是和华人阿鬼王宝强是卷入此案，他们与时间赛跑，在斗智斗勇之中，终于找到凶手。4. 无痛凯恩。无痛凯恩是由罗伯特·奥尔森、丹·伯克执导，杰克·奎德、安博·明迪桑德、雅各布·贝塔隆、马特·沃尔什等主演的动作惊悚片，于2025年3月14日在北美上映。该片讲述内森·凯恩是一名平平无奇的普通人，而他身上竟有着非同常人的特殊病症——没有痛觉。本想与女友享受平稳幸福生活的凯恩，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银行劫案，女友被绑架成为人质，他不得不化身复仇战士。5. 真爱营业。真爱营业是由吴雅文自编自导，郑和惠子、左凌峰领衔主演，贾冰特别出演的喜剧爱情片，于2025年3月15日在中国上映。该片讲述了网红情侣博主徐小黎和雇佣男友郝渣突遇一场掉粉危机，面对流量的骤减、老板的施压，徐小黎徒手策划假结婚大事件，没成想未婚夫郝渣深夜出逃，愤怒小黎直接暴走追夫的故事。6. 独角兽之死。独角兽之死是独立制片公司 A24 的项目，由保罗·路德和珍娜·奥尔特加、理查德·伊格兰特、威尔·保尔特、安东尼·卡里根等主演。该片主要讲述了一对父女在周末前往度假的路上意外撞死了一只独角兽，而父亲的亿万富翁老板正试图研究独角兽神奇的致病特性。7. 生命清单。生命清单由亚当·布鲁克斯自编自导。亚历克斯·罗斯的母亲让他去完成童年的愿望清单时，他随之踏上了一段让人笑中带泪的旅程，并将在旅程中揭开家族秘密，收获爱情，并找到真正的自我。8. 瓦利斯岛的歌谣。瓦利斯岛的歌谣是詹姆斯·格里菲斯执导，汤姆·巴斯登、蒂姆·凯编剧，凯瑞·穆里根、茜·安·克利福德主演的电影，于2025年3月28日在北美上映。性格古怪的彩票中奖人查尔斯独自住在一个偏远的小岛上，他梦想着自己最爱的音乐人组合和前恋人 MC Guile Mortimer 穆里根和饰演能够复合回归，而当两人接受查尔斯的邀请，答应来到瓦利斯岛上他的家中来进行私人演出，他的梦想也实现了。9. 怪诞故事。怪诞故事又名 Freaky Tales 2023，是安娜波顿、瑞安·弗雷克执导和编剧，佩德罗·帕斯卡等主演的电影。该片于2025年4月4日在北美上映，由4个相互关联的故事组成，发生在1987年的加州奥克兰，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虚构的，是一封写给音乐、电影、体育、政治、人民、地方和回忆的情书。10. 辣妈辣妹2。
辣妈辣妹2是由尼萨加纳特执导，茱莉亚·巴特斯、杰米·里克蒂斯、林赛·洛汉等主演的奇幻喜剧电影，于2025年8月8日在北美上映。该片讲述女儿安娜如今也当妈妈了，要面对家庭的挑战，还要面对竟然会再次发生的神奇事件。她和她的母亲苔丝育儿发生身体交换时陷入了另一种困境，3人身体交换让问题变得更复杂。